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阿群妹爱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亲上爱的食法，就是当日下晝頭我做的炒到呀有葱的蒜頭嘅做嘅，韓國啊看定一日講安用灑落下來，韓國數號拿定一比咖比，試一下哦。放一下甜點，哦，安樣嘅人生就係當享受嘅人生啊！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分享一個本大家做的實現亞洲夢想嘅一個素材。雖然佢唔係都也當鬧熱嘅時期，不過大家也係當流行嘛嘅秘境，對不對？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秘境嘅咖啡店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係轉咖啡嘅吳耀君，分享耀君。大家好，我是轉轉咖啡的吳耀君，大家可以叫我阿君咧。好，阿君咧，歡迎你來到節目當中，同我係其實老福連沙啦，講呀，好嘅講呀，順風聽聽。故說其實今日當歡喜有請到你了，因為畢竟講到這個秘境啊，大家親好做嘅就是要去打卡，要去拍照，要去翕相。故說聽講人家轉咖啡嘅規個建築全部就動貼片咯，建築很有特色。漂亮，對不對？對，就是我們當初的時候蓋的時候，有考慮到一些像西曬的問題、南風啊等等，所以建築的特色的話，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斜的窗口。那主要就是不要讓太陽可以西曬進來，這樣。哇，故所呀，應該講算係幾偏下嘅屋誒，算是蠻有設計感的咯。如果這樣子講的話，對，在苗栗來說算很少見的。對，而且還考慮到這個西曬還有南風的問題，知道動貼片，不過呀，談起來從一開始建亞屋嘅、起亞屋嘅，從係一開始會起家帶嘅，只是想要自己住而已。對，一開始是自己住而已，沒有說特別要開咖啡廳這樣。對，那怎麼會想說突然間就變成咖啡店？因為我之前在台北做咖啡，那做一陣子剛好有個機會就是回來做。那一開始也是做批發跟烘豆的工作。哦。不過因為家裡一開始你在家裡就有在做這件事情。對，就在就是，然後不過一開始就是做這樣子，不過就是因為那邊的環境比較特別，建築也比較特色。對。那很多朋友過來以後都希望可以再帶朋友過來，所以我們就乾脆開放一個下午時間，可以讓大家過來喝咖啡。過了大家去到真咖啡店，就是去你家就是了。對，來。真的就去你家，就是去我家。樓下咖啡店，樓檔就是大家住在樓上這樣子。哦，還蠻方便的說。不過其實就暗湧是有一點像是誤打誤撞。也可以這麼說。對，然後就有這樣子的一間咖啡店出來，然後還給它了一個名字，很可愛，叫轉轉。中馬該不會很多轉轉？轉轉就是希望大家有空來轉轉這樣，來有時間就來做這樣。對，我來轉，對，所以來轉轉，然後轉到不卡就去那邊轉一轉啊。對，很有趣。故說像安陽跟名哎，就整個很表現出你自己的風格，跟你自己想要呈現七咖不卡咖啡店嘅特色。其實你知道呀哈。雖然非常多這種自己烘豆的咖啡店都會有他們自己的特色，所以今日就會來請耀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的店鋪七咖嘅特色咯。其實你自己應該有你特別喜歡的某一種豆或某一個風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蠻喜歡，就是咖啡原本它是生長在一個非洲這個地方，所以他們這個原產地的咖啡豆的。特色是最明顯的。對，因為其實不單止非洲，第一全世界來看，像是南美洲，還有印度、印尼，其實這些地方都有不同的咖啡。對。為什麼你會特別喜歡非洲這個地方的咖啡呢？因為它是我第一個喝到，覺得這個很像一種水果茶，很不像我們印象中咖啡的味道的咖啡豆這樣。所以你第一個喝到的是哪一個咖啡？我很好奇，想問一下。盧安達，所以它是比較偏酸的口感。對，古總，你第一杯吃到暗湧 Q 感嘅咖啡，你就知道，好像從來沒有喝過這樣的咖啡。第二個印象當中，就建立起
非洲的咖啡就是我喜欢的咖啡，可以这么说。对，不过除了这个风味很重要之外呀，挑咖啡挑黑那一片来跟没懂葱油。你前面有讲到说，你一开始在经营咖啡店之前是进这个豆子的批发，还有气咖来拍呀咖啡挑。那像你们家自己使用的豆子的来源，泰克也是哪边来的？其实全世界各地都会有。那主要就是我要去去找这个好的咖啡豆进来，这样。那大部分的话，非洲啊、中南美洲啊、印尼等等，我们都有去寻找。对，所以各地的豆子都有。那你要自己去品尝过某 Q 用给挑味，再来选你自己喜欢的豆子。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一间咖啡店会做出你自己的特色，所以。挑咖懂重要，自己要懂咖啡，对不对？自己喜欢的，然后再做出自己的特色。那其实像是咖啡挑，跟刚刚讲到就是阿居内希，他中意比较酸口味的咖啡，但是其实这个酸跟这个苦，除了豆子它的品种、它的来源有关系以外，同其泡一个长度也有关系，它的烘焙程度，因为有那种深烘焙，有没有？就是咖啡挑看到就是已经泡到都已经出油了，对不对？那个就是很重烘焙的咖啡，但现在大家渐渐的比较喜欢喝浅烘焙的咖啡，那个咖啡豆你拿起来，它其实可以跟 noble 跟 same 就是没有那么深的，它是浅咖啡的颜色。对你来讲，你去咖泡哪种深度的咖啡比较多？我自己因为比较喜欢浅的，所以大部分都还是浅的比较多。浅焙的咖啡，浅烘焙的咖啡。那对于你来讲，你知道粉泡跟难度在哪里？因为其实浅烘焙、中烘焙、深烘焙，它各自都有不一样的难度。难在哪？难在哪？其实难在每一个你要可以去品质要一致，要稳定。每一次因为影响咖啡豆烘焙很多不同的条件，对，天气啊、风啊、有没有下雨啊、湿度啊这些的这样。所以难就难在你每一次烘焙要怎么样可以保持一致的品质。它天丝蛋狗妹有看的，好像有很多很精密的仪器。对，这些仪器是。这个是电脑吗？我们会用电脑去记录烘焙的一些条件，像温度啊，每个地方的温度啊，时间啊，你烘豆到多久啊，等等的这些这样。所以里面敢想讲，泡一个 TVM 就是有一个机器，然后一般我看到比较专业的就是比较大的，然后它会一直转，然后一直烘，让它可以均匀的受热。我从来没有看过旁边摆一台电脑，原来是要记录的。要记录。所以其实像这样子配调的个方式，大众就没空用，大众都很难。我们很难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说难在哪里，因为其实它就是有非常多的步骤，然后动作呀、搭啥你用用的方式配出来的结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精品咖啡豆，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会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味道。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咖啡这件事情？咖啡为什么在你心里会想要变成是你未来的职业？其实真的就是那时候喝到一杯这个很不一样的非洲的咖啡豆。对，我记得我以前也不太喝咖啡，可是真的假的？真的，我以前印象也是喝咖啡就是苦的这样。对，然后闻起来很香，可是喝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对，所以我自从喝到那个咖啡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那就慢慢去研究去钻研。然后才踏入这个行业。因为我知道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东东你没办法了解到酸咖啡为什么会好喝。我以前也不懂，我去讲，我头白就会吃到咖啡就会是那种苦苦的啊，然后苦苦的，我觉得苦我就可以加糖，我就可以加奶啊，就变成咖啡的饮料或者是喝拿铁这种感觉。不过它黑我就会吃到要1-2年呢，然后就是一种是太苦味，好像有点太重了。对，人生很苦，我并不想要这个苦，那偶尔我就会想说，那喝一点酸那 K O M 给咖啡，就会吃到，好像有一点酸咖啡，就有点像茶的感觉，有点稀释掉咖啡的那个苦味。所以后面我也渐渐的变成到现在都要它，平常是黑色酸的咖啡，偶尔想要就是重一点，再回去喝苦的咖啡。对，所以我觉得酸的咖啡它有不一样的美感，
对，它的口味、它的层次都跟苦的咖啡不一样。对，所以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咖啡以外，还会来同大家来分享泡咖啡的方式。其实亚种嘅泡咖啡的方式，係第一摆在夫妻来了使用。我们从来没有用这样子的泡咖啡的方式，它叫浸泡式的咖啡。对，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其实就是这一个。其实市面上很少看到对，最近才开始比较多人这么做。对，那这个东西的话，看起来跟绿挂式是差不多的包装，对，包装是一样。那打开它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就是长得其实像茶包一样。我打开给大家看看。好，看起来真的就是绿挂式。那不一样就是它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撕开，对，它就是一包这样子。对，那一样有一个这个签这样。所以它就真的像茶包其实一开始做这个，就是因为苗栗其实蛮多人喝咖啡跟我们一般玩家比较不一样，他们想要就是在家可以简单的喝一杯咖啡，所以后来才做了用这种方式。那像茶包它其实泡法也就跟茶包一样。那你就打开以后，那你就直接慢慢的放到这个杯子里面一样，比叶底度，Q 用同泡茶 Q 用，对，然后就加热水。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啊，不可以再回冲。不用再回冲。因为他刚你东上看我稍微问一下啦，之后我们再回冲哦。工作贴士给条件的观众朋友，刚是讲你汉版有几飞。买到呀浸泡式的咖啡，就老给东简单，不用到比叶底度浸3到5分钟，按用就做得韩国用它就做得不用北熊拿去除臭，不要再回冲。不要再回冲。对，故说你看按用东神器嘅泡咖啡嘅方式同大家来收集，还有韩卡到咖啡嘅内容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收集哦。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做一群阿權妹，歡迎大家一下同阿權妹向下享受人生哈。阿權妹我就先享受了，我手上有一杯咖啡，就係跟下阿權呢同大家來分享，就是這個浸泡式的咖啡。浸泡式的咖啡，佢泡出來以後，當簡單就像茶包用嘅，不用到也比嘅地度加少水落去，就做得泡出一杯愛用嘅茶。不過談講你呀，這個浸泡式咖啡嘅口味。係自己有調配過的，對，你把它調配什麼樣的味道？因為大家喝咖啡的習慣或可以接受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就做了一下調查，那苗栗人喜歡的，然後有喝咖啡人也喜歡的，那把它去做一個搭配，那變成說你要可以浸泡着比較久時間，味道也不會苦，然後酸味也是可以大家接受的這種。姑嫂是希望它不要有太多苦的味道出来，但是酸味其实挨嘎它是起来，它其实也没有到非常重的酸味，它只是就是有一点淡淡的，有点香香的感觉。对。保留给香香跟蜜桃，不过呀是。你自己去挑选不同的豆子去组合起来的味道，它不是一种单一品种的豆子。对。古手杯黑气嘎头给。那你们的这种浸泡式咖啡只有出这个口味吗？对，我们只有出这一种口味。哇，所以它算是精挑细选，对不对？它是唯一种。对，其实这反而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这一种就要可以符合大家可以喝这样，而且它其实不只有泡热而已，拿去泡冷泡也可以。冷泡？对，就是直接加常温水，然后泡在罐子里，然后放在冰箱一个晚上。哇！然后你加牛奶泡着也可以。对，所以这其实是比较……我刚刚已经在吞口水，因为其实冷泡的咖啡，或者是现在有什么冷滴呀、冰滴呀这样子的咖啡机泡出来，它的咖啡因不会萃取的这么多，也给负咪咪某按豆，所以喝起来它就会很像果茶的感觉。姑嫂，哇，这样听起来它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对，所以我才要拼配比较多不一样的咖啡豆，让它可以适合这么做。所以
千挑万选才选到暗涌一种暗涌浸泡式的咖啡。不过其实咖啡嘅方式，做啲泡嘅方式有非常多种。今日已經有請到專家來到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種新的方式。它也算新的方式啦，聰明綠杯嘅泡咖啡嘅方式。故時候，講到專業嘅鋪夫人就會拿我們的手板拿出來了，更是農民啦。今日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吼，無共用嘅烘焙長途嘅咖啡，你泡嘅時間要有幾久誒？因為我們前面有講到說咖啡有分淺烘焙、中烘焙跟深烘焙。这些不同烘焙度的咖啡，它泡的时间没某共用。对，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宝典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浅烘焙要泡多久？以聪明滤杯这个方式来举例。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浅烘焙的豆子，它烘焙的时候，比较没有烘这么久，味道比较清爽一点点。然后它爆的过程比较没有这么完整。对，因为咖啡特地泡一个时间，它会哔哔哔哔，会像爆米花这样爆。对啊，所以它的话比较耐得住高的水温。哦，所以浅烘焙的豆子，点都你都得用它小的水去冲泡它。它因为烤的也没有这么久，所以也比较不会有苦味。所以大概用93度左右的水。93度的水，对，除非你有那个啦温度计，不然你很难精准。你就水滚呢，不用一哈哈再跟拿来泡，差不多就93度了。那泡的时间可以泡久一点点。久一点点。对，因为浅烘焙的豆子它比较没有爆这么快的关系，所以味道比较难溶解出来。所以大概可以泡3分半左右。3分半，那算是蛮长的时间了。对，算是比较长一点时间。对，因为一般可能大家天司机条件的观众朋友，一般地付起来的，他接看到跟冲泡的方式，它是滤杯，它就是加水下去，它会直接侧脚就滴下去嘅。不过亚哈讲嘅这个浸泡3分钟、3分半钟的方法，是用聪明滤杯，它是不会滴下去的，它可以再留在里面，不给煎一下哎。对，给它泡一下，它的味道也会比较完整一点点。所以浅烘焙的咖啡用93度泡3分半，3分半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中烘焙。中烘焙的话，其实就是它温度稍微可以再降低一点点。那可以到90度左右。90度。对。那浸泡时间也可以要缩短一点点。那你烘焙的越重，就咖啡越容易会带一些苦味，所以用的温度就不可以太高。像生的话，可能就是到86度左右这样。86度，或者是在更低。你如果烘得越深的话，对。那深烘焙的浸泡时间也要缩短一点点。那不然的话，它的苦味就会比较容易冲出来这样。好，我知道了，应该做在同太家来整理一下。烘焙嘅长度越少，人嘅水温就做得越高，你浸嘅时间咪做得越多。烘焙嘅长度越多，你嘅水温就会较大，还有你泡嘅时间就会较短一点嘞。没有错，对不对？我有用图像帮忙。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右脑记忆法，我们用图像来记忆。对，故说像暗涌嘅一个方式，它算是一个大方向啦。对，去搞做的就KO me 来调整。对，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每 TPA 带来这个聪明滤杯，儿童太家来示范来泡咖啡哦，对不对？而且泡的咖啡，嘿，去咖不卡带来给它的包装特别不一样，很可爱，每个颜色都很缤纷，而且都是动物，还有昆虫，同太家来修捏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那个是熊，嘿，对。其实我就是把咖啡，因为我们在接触很多客人的时候，发现大家会不记得自己之前买了什么咖啡豆。忘记，我上次那个好像是非洲的，还是什么什么吉什么山，然后是什么日晒还是什么的，所以想不起来。碰到很多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就把咖啡豆简单分成5大类，那就是用这5种包装去表示。好聪明哦！那像最旁边这个开始黄色这个，然后它有一个鹦鹉的图案，那我就想要表现一个比较活泼、比较明亮、比较像热带这个地区的味道。那我大部分也就是用非洲这个热带地区的豆子，日晒处理会比较带一些丰富的水果的味道。水果味道，对，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活泼一点。非洲水果活泼热带，好，这个是鹦鹉哦，下一个。然后再来这个梅花鹿吗？梅花鹿，那还有这个是酒红色，那它会给
大家比较沉稳一点点的感觉。对。那酒红色那时候是跟设计师讨论，就需要一个比较沉稳，然后有一点点沉稳，可是有一点点那种酸味。然后它是比较圆润一点点的感觉，那设计师就想到红酒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像这个红酒的感觉，对，那它就会有一点像酒的发酵的味道，或者是它酸味会比第一个来讲的话就稍微最柔和了一点，再柔和也没那么酸，对，没有那么酸，它比较沉稳，没有那么活泼的感觉，对，所以用很久。再是熊的，那熊就用深咖啡色，那就是比较厚重，更沉稳，更重的，对，那然后再就用熊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有力量啊，比较威武这种感觉。所以它会不会感觉我的想象啊，可能它的苦味可能就会比较出来一点点。它都是比较厚、比较重烘焙一点的豆子，就是会用这种包装这样。对，然后接着下来松鼠的话，就是有一些咖啡会比较有一些烤坚果的味道。对，大家如果喝到酸度很低的咖啡带比较烤坚果味道的话，就是松鼠这种感觉。然后蝴蝶，在蝴蝶的话就是一些很细致的花香的味道啊，很明显哎，所以又要有意象去传达自己乌卡品牌给咖比还有给米西，其实很特别。那今日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吃泡一下，韩国出一个很难的题目呢，就是要叫阿 Q 妹来去团一下，生了去泡奶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顺便再来复习一下刚刚那个聪明滤杯的泡法。好，对，一开始可以先把一开始的话，先把这个热水纸的话先折纸，滤纸要折一下，滤纸要先折一下。那折的诀窍的话呢，就是要折2个不同的方向，比较好固定，对，比较好固定，对，会比较稳，放进来，放下来。然后接下来的话都要用水把这个纸洗一下。Go He and For He 的节目呈现的那种滤杯，它现在水就会直接流出来，但是用聪明滤杯的方式，它必须要靠上去，它需要靠上来，不用到毕业蛋狗，它才会慢慢的滴出来。就像以前有流行一阵子的冲茶器，也是这种概念。对，聪明滤杯它本来其实是台湾一个做茶器的厂商。那为了就是台湾之光，现在聪明滤杯一个要700-800块，很贵耶。好，那我们洗好这个滤纸之后，就可以把冲泡清洗滤纸的用意是清洗主要是滤纸会有一些滤纸上味道，然后再来是有时候你买来滤纸，你不确定它是怎么样处理的啊，可以把一些杂质先洗一遍，对，顺便把杯子烫一烫啦。对。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是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咖啡粉，咖啡粉倒进来。这个量已经测量好了。平常我们会用秤子，不过今天因为上来关系，我们就没有再用。好，要先把它摇均匀，然后再开始注水。好，然后我们会把它均匀的先沾到水，都先沾到水。对，这个时候要计时吗？要，这个时候沾到水了。好，然后我们记一下时间。计时。用数机大概计时一下，这个我们计时一下，好，大概这样子。因为一般我们在直接做这样子用滤杯滴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叫闷蒸的动作，现在也是在。现在也是，对。那其实聪明滤杯可以不用有这个动作哦，其实可以不用有的，其实可以不用，对。只是你如果也做了这个动作的话，它等一下粉比较不会塞住啊。对，那。闷蒸这个动作主要是让咖啡粉跟水混合，那粉会释放一些气泡出来，它就是上面蛋糕其实会有一点点这样子浮起来，这样子啵啵的感觉。那我们冲咖啡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先让这个泡泡，就是粉里面的空气出来，你的水才有办法进去，才会下去，才有办法把咖啡粉里面的东西溶解出来。那像现在泡泡已经出来差不多，我们就再继续加水。刚刚这样子应该差不多40秒的时间，又继续再加水进去。到差不多的水量，对。那这样子你差不多水全部倒完之后，你差不多还要再让它泡多久？大概要再泡3分钟。再泡3分钟的时间，度后就会聊一下嘅时间，休息一下，等一下转来，咖啡就好了，先休息一下。
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阿佢們嗌有啲嘅享受人生了，加3分鐘高鐵，嗰種嘅咖啡已經泡好誒。不過咖啡唔係就按樣濕濕啦、甜甜啊，其實係做得來好好品嚐一下。故時我就會來請阿娟呢，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上來咖啡要怎麼樣品嚐才是正確的，要怎麼樣品咖啡。其實我們一開始咖啡在沖好的時候，溫度還太高，那時候舌頭會喝不太出來味道。所以一開始我們會先建議大家聞香氣，那時候還在冒煙的時候先聞。對，那聞了以後就先喝一小小口就好，然後先去記得那個香氣、那個味道。好緊張啊，像在考試。你剛剛批斗嘅蜜頭有一點點像是焦糖的味道，聞起來有點像焦糖的味道。所以他先喝一小口。先喝一小口就好。一開始是會有比較明顯的酸味跑出來，是這樣是對的嗎？這個步驟是對的嗎？其實太熱的時候，你先不要就是漱它，它會口腔會比較被刺激到，就會比較感受不到味道。那我們可以等它稍微再涼一點點，大概到50-60度，就是比室溫高一點的時候，你再去喝，這個時候味道會是比較均衡一點的。所以可以漱口，是不是？一般如果他們在外面是有點像是啜吸這樣。啜吸。對，可是一般在店家是可以不用這樣喝，它是為了要讓咖啡變成比較像小的細水分子在口腔裡，你可以比較容易感受到味道。我有覺得一開始剛剛係酸味衝上來，不過它好像有一點點酒味的味道，你吃到有一些些的酒跟蜜頭。等一下，再一次哦。其實我之前有上過咖啡課，品咖啡的咖啡課，因為味道太多種，它有個圈圈，對，本太家來去分類，說你要舌頭跟蜜頭可能係哪一個，先選一個範圍，比如說你先1/4好，先選到可能是這個範圍，然後再劃分，慢慢的去限到講你可能舌出來嘅咖啡跟蜜頭。好，我差不多品嘗完了，你吃到給酒跟蜜頭，所以我決定選紅酒那個梅花鹿。啊，怎麼辦？我說對還說錯？公布答案了嗎？沒錯，就是紅酒了。所以是真的可以透過品咖啡的過程，去請到你喝出來的咖啡是什麼樣的味道？其實是可以的，因為其實大家一開始在喝東西或吃東西，並沒有特別去記得這個味道。好緊張，我手都在抖。那我們另外還加了，其實用圖像啊，用顏色這些去幫助大家分類，其實它是也有一些研究的根據的。對，因為大眾咖啡它食起來跟蜜頭都沒有共用，就像我以前吃過呀，也是非洲這邊的豆子，它吃到後面我甚至覺得它有烏梅的味道出來，就是它的酸味非常的重，跟愛啲最迷嘅時間，一開始喝起來可能很酸，但是最後你會覺得它有烏梅的香味，甚至我還有食過有 whisky 味道的。它完全沒有酒哦，佢真嘅冇不用酒哦，唔過佢色下去，尤其是它放冷的時候喝，對，我真的以為我在喝 whisky 耶。其實好的咖啡啊，你要等它從熱喝到冷，那真的在冷的時候，咖啡的一些比較特別味道反而會比較明顯。而且好的咖啡跟不好的咖啡差別就在這邊，就是不好的咖啡你如果放到冷的話，它很容易那個酸會比較劣化的酸就會跑出來。對，所以我們一般在外面採買啊，在試咖啡的時候，其實都會等到它稍微比較冷一點再喝。甚至有一些手沖咖啡要點點美，可能有這個熱杯跟冷杯的方式，讓你喝喝看。一個熱的，一個冷的。對，所以其實你還知道，透過愛用嘅方式，你總得去比較看啊，你好勝那種咖啡，搞不好你就可以選到一個你那個人生咖啡的好伙伴。就像阿娟那 Q 友，他就是找到他自己中意嘅口味，故說愛用就開始發展你自己的事業，很特別。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哈，一開始有講到要享受這個下午茶時光，除了愛飲咖啡以外，就會來蹦點心。你們的點心有一個很特別，是檸檬塔。檸檬塔聽說是媽媽想要做的，一開始。媽媽被我強迫做的，一開始。就我回來做咖啡以後，就大家當然就是來喝，就會想要搭配一個點心。對，可那時候也不知道做什麼。不過剛好我們家後面有一棵檸檬樹，對，那長了很多檸檬，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我們就拿來，然後開始去學，這樣。對，那就開始去調整去做檸檬塔這樣。那現在檸檬塔也是我
们这边很受欢迎的一个点心。应该吃到七嘎不卡 K 嘎是共有中亚雷梦，那个因为其实在做甜点这样子的甜点会很常把柠檬皮放进去。对，你们的柠檬塔也是有放柠檬皮进去的，也要放柠檬皮，它香气很多部分其实在柠檬皮里面。对，因为柠檬皮里面有精油，但是你黑狗 Hino 不会买给雷梦，你就会吃到搞不好它可能有放农药啊，就会不知道这个柠檬皮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对，但是自己种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对，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鼓手是妈妈做的，然后强迫他教给你，有学起来吗？有学起来，有学起来。对，鼓手柠檬塔是一个懂舒分养给点心，除了呀因为有这个有咖啡因的咖啡饮料以外，其实也有没有咖啡因的咖啡饮料，但是它有咖啡的名字，它叫咖啡果干茶。对。咖啡果干茶是什么东西做的？一开始也是因为有一些人不喝咖啡，那我们就找一些东西。那后来就找一个这个比较特别，又跟咖啡有一些关系。它这个咖啡果干茶其实是咖啡的果皮。在产地啊，或者是在国外，大部分其实就会把果皮就拿去堆肥了。那其实做呀咖啡，做我们一般要喝的有咖啡因的咖啡，可以用咖啡黑味，是用它的那个中间的引，对，用它的种子去做的。对，但是这个是外面的果皮。对，外面的果皮。对，那果皮的话，我们还会跟着它里面干燥完的果肉跟果壳一起下去泡。那它喝起来就完全不是咖啡的味道，好酸甜，好好喝哦！喝起来很像红枣茶、乌梅这种感觉。甜蜜黑吉本来的味道，本来的不是在另外加糖的，不是，它就是果肉干燥了以后，它就是果实。对，难怪那个会有麝香猫咖啡，因为麝香猫很爱吃咖比的那个果子，那个果皮跟果肉都是甜甜香香酸酸的味道，对，就是吃起来很好吃，像水果一样，就是一种水果。所以这就是咖啡果干茶，也是你们里面的一种饮料。对，除了亚饮哦，又有咖啡饮料后食，又有没有咖啡因的饮料后食，有雷梦塔，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阿 Q 莫，其实我很少听到这个口味的塔，算是第一次啊，真的吗？百香紫苏塔。哦，对，是第一次吧？天时一条前的观众朋友，其实百香果虽然很好吃，但是做成像塔类或者是甜点类，其实我觉得没有柠檬或者是柳橙多。对，因为百香果在台湾应该说某些东南亚的国家比较有，对，但是在它原本甜点的发源地，它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百香果跟紫苏的搭配，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对，其实那时候台湾种很多百香果是在埔里这边，对，那时候吃的时候就觉得光只有百香果，味道有点不太够，跟少一些层次这样。那后来我就想到紫苏其实是客家菜里面很常见的元素。没有你有去都怪心的嘛，因为卡门还有隔壁离沙从阿布卡条件全部就有种。紫苏就是我们家门口种的。应该是被我说中了吧？没有错。所以我就想到把它们加在一起。有点难想象。谁发明的？就是我。我先吃吃看再说，先不要称赞你。好不一样哦，因为我以为百香果已经够酸了，但其实它是不是还有加柠檬？它其实只有一点点柠檬是要去帮助提味，对。但是紫苏并没有这么突出，对，它没有很突出，它是一点点的。像那个紫苏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其实这个紫苏放进去，它有一点像是调味料的感觉，对，它淡淡的，它只有紫苏的一点点的香味都带哈，才慢慢的出来。对，它前面出来的是百香果的很明显的酸味、甜味、香味，还有米章有一些些的怪习的味道，所以其实我没有很吃得出来那个紫苏的味道，但是它淡淡的在后面。对，那时候就是因为百香果是一个比较清爽，那味道是很前面，好好吃哦。我就想要一个比较后面的味道，而且吃起来为什么你的塔皮有种坚果的味道啊？好香哦！我们塔皮也都是自己就是找法国奶油啊，然后去揉制的这样。而且重点是不会懂甜。对，它的口味其实是很适合拿来配咖啡的，有一点甜甜咸咸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百香果的酸度。不过给不给带到节目当中，刚刚看起来它有一点软软的，不过提到嗲美红色，它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它应该是冷冻，然后吃起来的时候会比较一开始吃会很像冰淇淋这样。哦，对，夏天就会非常适合。哦，对。
对，不过刚它虽然是软软的口感，不过还是很好吃。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塔类里面的装的料都是有一点软软的啊，不管是慕斯啊还是果泥啊，其实都可以。只是你要的店妹比较喜欢让大家吃的是冷冻之后的口感。对，冷冻之后成型的时候，一拿出来吃的时候的口感是我们家比较喜欢的。哇，古早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按到咖啡啊、韩国点心啊，就会希望大家做在同阿 Q 妹 Q 用，可以享受一下幸福的下午茶人生。古早今日什么阿娟呢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咩什么天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休下来做运动哦。